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凤山警察分局的关键，昨暝巡逻发现一台车所挂的车牌已经碰见真久了，就要甲车砸落来检查。结果开车的男子冲撞到警察的机车了后，车驶的白咧浪。警察随上准就轿车来开3枪，也是去走去，调出着监视器，已经锁定一个25岁少年的要抓人。 一台黑色轿车弄警用乌托摆，将乌托摆弄去到路口后来随倒弯，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翕到黑色轿车速度够紧，原警随开枪。翻头看就开枪啊！过路人听到枪声，惊一个拢停落来看。昨暝9点05分，凤山分局警方伫巡逻时，发现一台挂插车牌的车要去检查的时，驶车的查某人继续检查驶车要走，搁弄警察车，原警当场开枪要将车甲炸落来。 原警为确保自身安全，依法使用警戒，朝该车辆后车轮开3枪示警。路边行李人拢看到，讲真正有够恐怖。听到2声蹦蹦，人家放鞭炮，很近啊，很大声，开很快，他这样转过去还好，都没机车，还有汽车，不然就遭殃了。 发生的地点伫凤山区5甲6甲立志街口，当时车甲人拢真济，驶车查某人无顾其他人安危，驶遮紧，加在无造成远景甲民众受伤。警方事后调沿路的监视器，已经锁定一个25岁查某人，全力伫追捕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